翻新一台广汽白色大哥的丰田霸道，陪伴大哥20年，仅行驶了30万公里，漆面还是原版原漆，拉花出现轻微老化，车内留下些岁月的痕迹，皮革轻微磨损，中控台爆裂。此次翻新大哥主要想将内饰按原色进行翻新，桃木进行升级，顺便把隔音除臭也给做上。大哥并给我们带了他们当地的土特产，非常感谢信任与支持。接下来看施工过程，内饰拆卸。清洁车内，我已試過受騙，相信最得意。做隔音除臭。猜出今夜心意，今宵想要別離，便去吧。空調清洗。不應挑剔我說話，又像是諷刺。內飾翻新完成，開始回裝。桃木升級後的效果。更換卡扣，避免車內異響。共行沒有意義，給我困惱的每天，只想終結。匆匆的他剛飄到又離開，教我再度要活獨去獨來，只好再一次收起所有感慨，聚合或是從來無應該不應該，心底中不可說活就愛。卻也笑着去面對未來，即使我哭過，傷得不太好過，淚滴後亦無懷疑他朝可精彩。